香港裝降閘智能鎖，90%街坊都踩行，千祈唔好淨係睇表面相似。香港新位降閘智能鎖裝上降閘之後，一定不會顯得好細部、輕飄飄，睇落小家氣。但我哋香港新位降閘智能鎖裝上去厚實紮實，一眼就感受到高檔質感。新位降閘智能鎖真正降閘專用智能鎖，唔係普通木門鎖改裝出來嘅，專門針對香港降閘自行研發，結構完美契合。功能同品質都十分可靠，呢度重複提醒大家3次，千祈唔好踩行。好多朋友睇到我哋安裝效果，就自己上網搜相似款式，外表睇落差唔多，實際內部工藝、耐用度相差甚遠。銷售不了解現場情況，你夠膽買它就夠膽買，買返來裝不上去。這種情況我們見過不少了。天富苑、天頌苑、天盛苑、愉翠苑、錦泰苑等等都好多街坊選擇我哋，實力有目共睹。資深全師傅團隊上門安裝，如果想裝靠譜嘅降閘智能鎖，一定要影準香港新位。而家主打2款機型 D80 同 D90，專為香港降閘定製，裝修揀專業先可以避開所有陷阱。